这帮小兔崽子，我还以为有什么欢迎仪式之类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廖老师，校长，恭喜你啊！校董会呢已经正式决定你试用期结束了，就由你担任高二班的班主任。恭喜！那你快上去吧，他们已经等你很久了。没看出来嘛，哈，该及格的和不该及格的都及格了。首先呢，我仅代表个人，感谢大家对高二班的贡献，大家不懈的努力。很传统嘛。这样他不习惯啊！来，魏小丹同学，你来讲讲。钟摆，来，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的。还是很传统嘛。哎，停！谁能告诉我是不是你们自己烤的呀？对。别动！这不南哥吗？别，袁哥，这我可受不起。事情都照您的吩咐办完了。是吗？是。叶小白的尸体可还没找到啊！廖学兵他妈活得好好的。不是袁哥，廖学兵我确实捅了他一刀。不管怎么说，飞车党现在也散了。以后我阿南就跟着袁哥好好干了。这我知道。可是你对我还有什么用啊？不是袁哥啊，你这，袁哥，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，袁哥。袁哥，你不能这样，袁哥！周夫人，你个卑鄙小人！周夫人！都听着啊！我他妈最恨的就是这种不出卖兄弟的人，听到了吗？小柯啊，以后跟着我好好干啊！好的，夫人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散了啊！廖老师，我们期中考试考得那么好，你也不表示点什么，我们真的很伤心呢。就是廖老师，我们背书背的头都背大了。哎，作为学生，你们学习功课是应理应分的事情嘛。廖老师，要不再组织一次郊游吧？好啊，好啊，上次我们都没有玩好。上次我们去的是碧玉岛，这次我们去爬山吧。爬山太累了吧？我可不去啊！拜托你们不要忽视我的存在，好不好？啊？那咱们泡温泉去吧。哎，泡温泉好，对，泡温泉就去泡温泉。不是吧？是啊，那个钟柏，记得叫上关慕云，上次打完篮球他都没有打个招呼就走了，记得叫上他啊。廖老师，要不我们把苏老师也叫上吧？苏老师叫他干什么呀？这是我们班自己的活动。哎，廖老师，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帮你请啊。你妹啊！散了。嘿，倩倩，想什么呢？
没什么。那个廖学兵说周末带学生去温泉玩，一起去吧。你们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小丹，你换好了吗？为什么换个衣服那么长时间呢？小丹，你怎么回事儿呀？哇，不是吧？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还没换好呢？我觉得太暴露了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啊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穿个泳装很正常嘛。而且你的身材那么好，不用怕。所以呀，你赶快换，我们呀还等着泡温泉呢。啊，快点。哎，钟柏，你看见卞小丹人了吗？他不是来了吗？兰洛，要不我就不去了吧？为什么呀？换好了干嘛不去呢？走吧。兰洛，要不我还是回去把衣服穿回去吧？为什么呀？眼光不错啊！别胡说，别胡说，别胡说！你不承认，那我上吧。你敢？赶紧的呀，人求安慰着呢，快点！小丹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你干嘛？哎，小丹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跟着我干嘛？不会吧？这叶玉虎这么快就被拒绝了？你觉得叶玉虎能成功吗？我觉得80分够呛。哎，你看，卞小丹都不理他。哎，这个你们就不懂了。这个你这女孩嘛，哪怕心里喜欢啊，也不一定能说出来。咱打个赌，你也没定啊。1000块钱。卞小丹答应你了。滚一边去！瞎说什么？看见没？乐什么呢？看什么呢？啊，不看白不看嘛。你怎么跟钟连谦一样呢？
哎，对了，天天呢？他说有事儿。哎，小白有消息了吗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。表面上看吧，跟正常人一样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也来上班。但是呢，仔细一看，整个人魂儿都没了。我已经好久没见他笑过了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请稍后再拨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飞车党那边怎么样了？药学兵还在教书，阿秋瘸了。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废人。小白呢？小白不是死了吗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尸体没找到之前，都给我盯紧。知道了，飞哥。啊，对了，最近风声紧，告诉兄弟们小心点。货要是不好出，就先别出。等风声过了再出。行。要是总是你啊！你是不是喜欢贝小丹啊？啊，不承认哈？那本来呢，我是想给你支2招，看你现在这个怂样啊，我看算了。哎，梁老师，别走啊！啊，承认了。你看你这个愣头愣脑的样子，有谁会喜欢你啊？梁老师，我真的有那么差吗？哇，你当然很差，你非常差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不知道贝小丹为什么会拒绝你啊？为什么呀？这个女人啊，和女人是不一样的。你看人贝小丹，门门功课都是优秀，你再看你，大字不识2个，只会打篮球，难道要跟人这样？这样，我拜托你在跟人交流之前，先读2本书好不好？还有另外啊，你要知道人的兴趣和爱好，投其所好嘛，你知不知道？梁老师，你不反对我们谈恋爱吧？我当然反对你们谈恋爱了，我是不反对你喜欢他，什么时候让你谈恋爱了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应该做什么呀？应该给人家幸福，你明不明白啊？而不是头脑发热，一时冲动。喂，责任2个字你明不明白？责任啊，好好想想吧你啊！平哥。阿南死了，说你在海边发现他的尸体。周夫人这招还真够狠的，先让阿南弄小白，又想让我和阿南两败俱伤。我想阿南到死都不会想到，他不过是周夫人的一步棋子。平哥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光头党现在势头正盛，我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切小心谨慎。好，平哥你要小心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单手原地，我跟你说这个呢，对。
不是不对。我问你，关慕云呢？我不太清楚。一虎，你跟他比较熟。休学了，什么原因？家庭原因，回头我跟你说吧。你坐下。上课。倩倩，停！我知道你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要声色并举、苦口婆心的和我说什么。你放心吧，我挺好。我吃饱了，去。倩倩，今天怎么走了？怎么了？他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我也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你不知道，我更不会知道。小白还没消息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他要是哭哭闹闹反而好了，他这样我特别的担心。那没事，你多陪陪他吧。回头我给钟柏说，让他回家以后多陪陪他姐姐。